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一条暖暖河水清清，融入了满天碧。三芒大表四天刚润，地飞银线脱离。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阿兄，你还袂困？你咧山顶舞规工啊，阁袂忝哦，阁毋愿意困。阿兄，歹势啦，互你烦恼。我有啥物好烦恼的啦？我早就知影你会缀因去啊。透早的时阵，我就有看你偷走出去，我是超讲要阻挡你的。你今仔日敢若心情真好？公所有甲我找着头路啊。你哦，你有头路啊？安尼，你就会使带文华姐啊？我要带人，人阁无一定要嫁我的。你爱对家己有自信，亲像你安尼活泼可赖，文华姐就会嫁互你啦。你是咧讲啥？活泼可赖，我嘛对有北京话啊。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就是足古锥的意思。摩波葛赖，对。文华摩波葛赖。对，活泼可赖。啊，你嘛有活泼葛赖？我嘛活泼可赖。哦，你听啊这个哦，活泼葛赖。活泼可赖。校长，兄弟啊，老早，你哪会早来？我头一天上班，免讲嘛爱较早的啊。对啦。啊，校长你咧？你哪早啊？哇，我伫遮练唱这国歌啦。我甲你讲，这到时阵嘛算伫咧考试内底，若考袂好到时阵就要转去食家己啊啦。安尼我嘛已经学呢。你你毋若爱练唱国歌，你北京话嘛爱紧学啦，知无？好啦，上班啦，啊！会足难的袂啊？你爱先练北京话啦，我甲你讲。嗯。三明治。校长，校长，周青，你来哦，食啊，对我来。你两个对这砖头较熟啦，我甲你拍到路庄遐做代志，你好好听伊分有知无？哦。报告。杨长金，张来。南洋回来了。现在我要你们两个去调查关山的一起盗作数量，你们两个尽快把报告打上来给我。是。你听不懂国语啊？报在，听不懂国语。这样不行哦，尽快把国语学好。叫你紧学北京话啦。好了，去做事。要照样约啦。重启，弄得了。下组表了啊，我的总管喺唐山来讲北京话，
古松来学白金花。台湾人懂吹歌，日本时代讲日本话，唐山人来又爱好讲北京话。我知道教某一种方面好啊，时代在变，你们会变啊。我说要头路无好，咩做唔得啦。我想你到了，上课。小文华，他也要学北京话。欢迎欢迎，快点进来上课，来啊！唔是啦，我报名的，记着老外本岛丁老师给办的。什么？他在丁老师那一班。那也很好啊。丁老师是地道北方人，北京话讲的比我还好呢。我去上课。更好好。那我们继续上课吧。来啊，上本啊！为主啊！我着去咧平安转来，我听带大碗咧，咸马街啊，唔爱食酸的。来分做2碗啊！分两怎么解？啊，外地的，洗袂着蚵来吼，营养的你上方菜丝酒。小屁马街啊！唔好啊好啊，莫紧啊莫紧啊，妖怪假细哩，洗袂着去上方酒业市场，太价足低的啦。唔着迄句说，做是歌戏咧。巨佬，你莫搁讲的啊！我甲你讲了喏。是不是？当时嘛诶，做嘛该手工啦，我会行个老过来。来吼，来咱做款吼，细妹按酱。对了，错了。拿去。一定做一年老金子拿起来，然后袂占比数，走落去买台啦。那迄眼就唔会留给买特咧，金子无喊诶，就种无好开呢，懂故事。做嘛干啊？爽啦！我唔敢输啊，遐喊要动几呢？好的东西，总要送本地冲下人啊。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太贵诶，俺做唔得输啦。唔是输了啊，还赚到钱，这蛮金子不用去啊。做嘛干啊？要嘛干金子？洗嗰條胎嘅，咩樣加人嘅啊？我会家人，妈我会家人啊，唔讲嘛干啊？你輸有啲錯呀嚇！俺做唔得输啊！呢度卡，幾日冇嘅事情咯。拄推我讀哦，落去只細妹啊，佢講我興下不卡。嚇！佢現做啥個啦？呢度卡，幾日冇嘅事情咯。拄推我讀哦，落去只細妹啊，佢講我興下不卡。嚇！佢現做啥個啦？啥個啊？
小条，我先转去啊。对方的。哪转去啊？哦，听错，用的到。小条。喂，小姑啦，你慢点。哎，阿斌嘞啊！你又再问到，我们是要别你顶条线。条线咧修正，我无法度转去啦。你又别讲，日本已经战败啊，条线爱搁你甲向小姐。真的啦，我无骗你啦。真的你嘛袂使现在走来问到啊，行啦，我带你坐车，你最紧对大场行啦。我袂，我求你啦。行啦。我管你会得过来打人，咱不输就干啦。袂使啦，你紧走啊！我笨蛋，妈的啦，你在那讲啦，妈的，别帮吃茶啦。拜托你紧走的啊！我求你啦。王同志，打到你，打到你！叫我看你干嘛？你打你！刘彪子，俺面子帮你瞎呛呛，你哪来个什么一圈呢？吐转来，你没骂个鬼啊！阿爸，我老记无用的啦，唔通来讲真欠好无？冇用的，冇用的，人家暗夜会太和堂走了前面啊！上家下屋去汤到，等样般装人啊！厉害，就拿只什么鬼吐走！现在都好，也好，我不爱看东西。好的啦。妈咪啦。呀，叫我起来啦。嘿啦，阿爸，先通看下记，用会讲啦。看佢講，講乜嘅？溜溜飄飄，暗槍熱，就一日以後，我個進來咧。阿媽，我起來咯。我係總鋪，老家公講，我用乜叫醫生，唔別嘅嚟。伊啊，我老记真嘅无用的啊，唔相信我啊！呀，文珠，唔知要要洗阿姊的入去，根本俺不就本佢迄到烟雾卡，佢暗烟出来多诶。做冇本佢睡到天树路边。好，小姐，你对我来啦？问题。哎呀，拜托诶，唔要叫我啦！俺无可能，本家咧洗阿姊的因你的木卡，唔先想办法，留佢安顿好些来张讲。伊啊，还有，根本俺本唔不准把人家咧洗阿姊的。咁样拜喏。
你到底要同人家用的么啊？UEFA法同阿姐讲唔怕啦。冇的啦，阿姊，你用脸面要上来咯。么？人家好嘅只什么弄乜嘢都不卡。你用电咯，我要公公去照顾佢啦。唔該，因為佢生來台灣同財哥。照顧佢，那種話沒講。哎呀！啊！每次都佢嘅漢堡都冇人好聽數，就會傷到我啊！你這是冇同佢用嘅。冇呀，係要社會同用得散咯。同社會同有乜關係啊？冇啦，人哋要講社會條嘅，肯唔錯嘅。好啦，你下都當用嘅。是。好吧。文迪，文迪，文迪，文迪。啊，你安怎无？ほら。どうして荷物持ってないの？何の荷物？一人だったら台北帰らない。帰っても一人ぼっちだもん。好啦，行啦。哎呦，西门的吼，手机哦，西门按奖的，乜该啦？说来。结束。今晚。啊好啦，我知啦，我这个嘴哦，绝对要跟父母讲哦，肯定塞做对啦，冇问题啦。唔是啦，现在塞做对。我拜托输了塞苦啦。哈，硬手机，安尼咁好，你唔捌听压了来无过暝就滚啊哟哈？唔好事，就是生枪啊！哎，我敢咪叫人了，挨无按摩托的啦。好呀，爱弟啊，唔塞苦啦，有弟啊好冇？哎，我不挨多钱。唔讲唔爱抢你咩？这样塞苦啦多好。这你也知。啊好啊，有个代志哦，我要先来讲好势。乜该事情？做唔着再搁这个洗无条。做乜该啊？那如果你唔对哦，唔总洗无条诶。讲真诶啦，等你乖乖很担心的。啊，你生活一个大只毒菌啊，好进口的呢，卖人害啦。冇我讲的啊，我听说无？我感觉唔该斗相共了。我甲朋友讲好啊，你暂时住你家，伊甲你照顾，你嘛会当来斗相共卖面，也算感情互你啊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阿呀，加班啊！弟弟，拍皮球，皮球，擦
上上。阿兄，你去念啥？我咧学北京话啊。北京话，文华姐就教讲北京话，你莫随伊呢。阿爸，食饭啊。好啊。这毋正经，七早八早带地查某囝来乱乱说，真正哪见笑。啊，你是讲啥啊？像，头家仔囝像。问题应该袂安尼吧？阿爸，你莫后白讲哦，伊毋是即款人。啊，你是知影啥啦？啊，头家也赶出来，敢无弄伊哦？你了不要紧哦，大家不要讨谈，就接回去。我看伊老爸哦，以后若剩偌济互伊哦，叫白了了。后摆较莫爱来往的啦，听有？啊，做哪啥？你这木片，通来讲好无？我马上讲啦。后哪会讲啊？嘿啊，基本营养某安尼，通伊讲看哪啦？阿爸，我本期拜机飞啦。头家，涂骹扫好啊，即摆要做啥？哈，哎，敢若无代志做呢？无你坐啦，你坐。哦。哈。哎，食饼啦，来坐啊！姐啊，食饼啦，来坐啊，哈！哎，食饼啦。嗯？奇怪，啊，今仔无人客。哎，食饼啦，你来坐啊，哈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氷はいかが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ですよ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かがですか？中どうぞ。これこれ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美味しいですよ。中どうぞ。お好きなところにどうぞ。安尼啥子？頭家、何キャラね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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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老师好，你好。白老师。下课怎么还不回家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爸要给你的，谢谢你救我们家。不好啦，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这是我阿爸的一点心意。老师知道，但这不好。你阿爸的心啊，我心里呢。可是你不说的话，我阿爸会说我不懂事。好，那就代替我向你爸说声谢谢。要不进来喝杯茶？不用啦，
7小时，7小时。Nike。你阿公摆后生哦？伊本来唔输诶，爱讲爱爸要欠伊当输。文发，转过来老爱恐办啊。因为喏，丁老师搞个同好啊，有迄社会欣赏，还有轻松有迄，按样唔着做得乡下来乡下转啊。总唔得转单啦。不过唔着行案件来吃到无嘛好啊。总唔得转单啦。不过唔着行案件来吃到无嘛好啊。那迄班总诶，你讲爱转班，其他同学摕你爱转，给白老师用诶啊。可能从小就穷下台，唔啲难用诶咩认定，你看唔相信诶，跟唔乜嘅意思啊？好啦，买看来，爱转。坐好嘛。阿妹，你先等，问我来搬就好。头家娘都来啦，我先来去。好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哎，来姐啊，食饼啊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。文弟，你来呀？姐啊，食饼啦。好啊好啊，感谢。你食？はい、ただいま。食几啦，懵懵的吼。你想好心好无歹收3几啦无？好啦好啦。微信洗无着。好需要听哦。3几啦？来，豆豆。はい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你们不能老是拿日本的资料估量，都过那么多年了，稻米的产量只会多不会少。哎，上一次那个南洋回来的呢？蓝长青。对，叫他过来。是。永兴，来。校长，
什么代志啊？专员，国语学的怎么样？有在学。我讲的话你都听得懂吗？是。会不会估量？有。看过日本人估过。好，这个事情就你负责。1个礼拜后把报告打上来给我。这就是唔爆料，要下顾了。哎，人家迄准妇，下面哪会唔好？我当我死，我死哦。小哥，小哥，甲拄到机啊，上公司搞起也顾了。日本时态哦，要顾了。迄如果要叫较多哦，有当我死啊，how叫安多？来，莫那嘞。王琴，阿爸，我喊你啊。系啊，纵管搞胎，我要重新估量。青木按过了，无会种起来咧。前一步个是磨皮了，啊，要无会哦，样样做进死呛呛。哎，李亚生哦，我多叫他出国呀。唔系啦，亚海资料。迄日本时态的，有所我要重新估量，为台湾出空用啦。阿爸，你是笑？安尼也是老宋家下夫讲啊，大家唔是烦恼咧。阿爸，命嘅善良，庆好庆国啊！妈庆国庆好，这是天公把人来天数去保佑啊！义工家说用乜？临时工，工友的啦。工友的也唔错啊，哎，他3万条，好好打拼哦。你拢忙做哪？也记得我去搞资料。选到最美笔的上传特意啊！奶爸讲工作很努力哦。系啊，记着无爱日本人的资料。你也拢清楚。好啊，也迄也记你个句的，唔看有啥唔错无？怎么？错。唔係都幾忙？唔會啦。冇啥唔錯哦。冇啦。問題阿生。唔係都幾？唔會啦。老練嘞。从公所的资料整理体就做得专精呀。我唔知嘅。迄讲做得专精呀，阿爸吼听说会动欢喜，阿爸咪讲哦。就做得像旗鼓去小就穷用，输赢准出。我要尽量做，唔会本你阿爸笑。你讲乜嘅啊？冇啦，我希望你阿爸做得放心，
帮你搞本来啊。好嘞，送茶啦。好。哦，饮料那些都也太哦。阿年，喝茶啦。来看哦，我有红茶哦。唐公，从前古人都卡书审最后。是谁哦？这性子无爽爽起来咩？官府要么莫当莫对做亚种事情嘛。所以啊，是个大班。有啊嘞，你们迄年调出过？伊手下伊是要用的啊，这么干落实。呀，从前伊无按规当准公所呢。伊喊讲，伊从讲北京发去考试的哦，做得真正呀。迄讲伊算差的，毋准嘛个就无好做的，迄咩？哦，人法，人咧考虑落实呢，不按道，迄讲官府有用诶，调用个啥？都讲从前离哈是嫌古啊嘞，你们是按多少？阿爸，雨落足大呢。你田水若太调咧吼，你钓也淹死了了啦。青啊，洪台你要倒？我来赶一寡资料，迄粮食委员会人要来检查，我袂记去耽误的。我先来去。我说你啊，我知。哎啦，你又要出门哦？洪台天百货人敢有开？反正有开啊，啊若是有开，我着互人靠过去。阿兄对我开始食头路，也袂趁着钱。我若是搁互人靠钱，着害啊啦！阿兄。谢谢啦。谁啊？小兵啊！是吧？送菜呢？哪都是本啊？贵有诶，有3块伫今无生理哦。小条，送菜呢？我要上班咯。兄弟，要不要吃冰不？免啦，坐下。有些你去上班，台湾你干嘛干不是上班？红阳台，还是我讲呀？什么你？什么在？不是啦，来去咖啡。阿妹啊，到好啊未啊？准备好啊？到好行啊。爸。爸，咱老弟我倒了啊，倒了了啊。等下我饭食成哦，随看有人斗相共无啦。迄钓也毋紧挂，连咪就不远啊。啊，即摆大家拢无闲咧收，哪有人有闲甲你斗相共啦？阿妹啊，衫去换换的，咱来甲阿爸斗挂，今日先莫去上班。好。小姐，估量报告。
怎么会这么少？大米的产量只会多不会少。好了，没你的事了。一路，唔歹啦。听呀，送伊一路出总条。好。黄婆子，啊，伙计同你听听的啦。听呀，陆丰读懂英文，不管文嘛嘅，都讲唔掂。调讲来滴啊！你我叫俺多喏，我你干啥？你我叫俺多喏，我你干啥？各位乡亲，俺拉还是公家犯的啦，伊免唔知事情要变做案件啊。乡亲，俺也还出去公所了解。我唔差的啦，公哥都下落的啦。太个无安尼啦，我牙膏迄了嘅款啊！各位乡亲，等下上。我叫太祖哥，也要重新决定嘅，你条啥莫去为难佢咧？你讲骨了？伊啊，叫太祖哥个，叫诶，今天不是他下道，公开也唔爽，叫说就唔来。同志，你喊样，太祖哥一样系叫，唔白叫冇法度行，咩有冇做款啊？干嘛笑啊？啊？俺拉做唔错啊？啊？唔讲你叫做啊？喂，阿蘭，还是甲莫出下严格，迄可能因系公保证，有事情最近系不甲参详，爱请大家视察，莫出了安尼打坏几十名嘅感情。阿青啊，给你公所。莫按条件，你阿去公所，出强要得失个条公所嘅太严。做唔得，也下唔去。南福弟啊，我用做人啊。一只脚也摕伊做死脚，干嘛笑呢？秋生，哪会安尼啊？即马公告的数量比我估的搁较济，我已经甲丰泰破病拢算入去，已经减3成，即马颠倒搁加2成出来，这是安怎算的啊？歹势啦，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吼。校长，迄姑娘的代志你敢知影？哪会愈叫愈济？迄比迄日本时代搁较济呢。啊，外口的乡亲是要安怎过日子啊？快点，是吵什么吵啊？日本人在的时候不用缴粮啊，1把50刀，要你们缴多少就缴多少，谁敢啰里吧嗦的？莫名其妙。各位乡亲，照规矩叫，唔是犯咯。叫诶，做唔拉实咧。我唔拉实，我本来嘅主角，唔是咧，还你把有书成长过。也歹处啊，比你把他有书啊。佢重新脚唔好，簽到公所嘅事也唔簡單。你條啥老蘭波是莫個吵咧，看我嘅面子啊！阿蘭，條架，條樣。各位鄉親，我這樣時哦，
先通宵答应就硬做，啊那大家费事。还有，我来从前哦，工作铁路无做诶，希望大家哦原谅佢。为了伊刁民严家，各位乡亲，去照工作嘅规矩办事，莫个吵咧。小家，你还没本面子呢，没爱细细的听听呢，后摆没穷样叫很多，你了样来过。小家，冲派穷样啦，去保管啦。挨着广播，老官府搞10案多摆，大家要知迄么个结果。广播用咱的时间乡亲听数，广播唔会唔记得。一只家，日本官府、老唐山政府带创的来个记下摆，文化迄些每人。也本人管过，挨着富人家，唔晓得讲种，不过照顾子女太细，连续的家业主的，就是俺嘅责任。我很爱老广播的阿公婆交代，不管的事情。我先老太家，费死你了。阿大哥，底下风采有一叫太祖国，你陈秘书做得挺熟吗？陈秘书做得永远挺熟呢。佢条茶叫村嘅米也冇几多。跟儿子咪说，数米嘅家事改掉了咧，较改数咧。阿爸，我尽量啦哈。你和热聊做事，还真是懂关系。大家就几家人啊。哟，妈呀！你鬼头多下呀！你一傻老我的鸡腿没饭吃，一傻又让你给他出教，都系咩事？规定吼，阮行嘅利息若拿袂出来吼，当然来采访啦。这手势体啊，以后超过通用。好的，也系回不唔掉的，真山的米，比金仔较好价。阿对兄，这好你啦，请我留咧。我可以人唔会，唔讲啦。食材嘛无搭台，菜有配有强下来，喜好把胶水，你下个嘛来强下掉闹眼，树后那里忙着跳心凉啉落肚，你同样扮辣，对爱强样无法度，天公观众梦。爱照亮怎不开路？你唱下讲错点碰点泡茶，是包呀没哈你做下，莫喊凄惨，也讲讲生人呀，无多欢喜乐痛，笑哈哈。你唱下讲错点碰点泡茶，
少年啊，无多欢喜乐听，笑哈哈。